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，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5月份的楼市数据，所以各种解读也出来了。今天联合早报它有一篇文章叫《中国5月房价下跌步伐加快，楼市复苏之路遇阻》，一听这就是唱空的。所以我们一起来批判一下，看一看他这个歪理邪说。明明统计局对吧公布的这个5月份数据是稳中向好，怎么到了联合早报这儿就变成下跌的步伐加快了呢？他是这么说的：而受需求疲软影响，中国5月份房价下跌步伐加快，暂度今年初一度引发复苏希望的回暖迹象，也就是希望的回暖迹象已经被暂停了。你这叫什么话？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6月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彭博社根据数据计算得出，中国5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较4月下降 0.2%， 4月降幅为 0.19%，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2.6%， 为3个月来最大降幅。不知道彭博社用了什么计算器算的，怎么他一算就变成最大降幅了呢？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已持续近5年，令经济承压，阻碍了政府刺激家庭消费和减少对出口依赖的努力。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杨采芳解读上述数据时说，中国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，1、2、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。对，收窄嘛，对吧？这不就是趋稳了吗？怎么彭博社也不知道拿什么计算器算呢？不行，有关部门给彭博社送一个计算器。杨采芳指出，中国5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1.7%， 降幅比上月收窄 0.4个百分点。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3.2%， 降幅比上月收窄 0.1个百分点。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4.2%， 降幅扩大 0.1个百分点。杨采芳介绍，中国5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5.8%， 降幅比上月收窄 1.0个百分点。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5.7% 和 6.2%， 降幅分别收窄 0.2个和 0.1个百分点。你看二手房下降都是降幅都小了，所以说企稳了。那么到了联合早报这儿变成下跌步伐加快了呢？楼市复苏之路遇阻了，显然这是唱空。但是我们再看一下，唱空它不是一个，国金证券券商6月16号出了个研报，好像说的也是不太好听。这个作者叫宋雪涛、张新月，国金证券研究，它标题叫楼市淡季特征逐渐显现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跟彭博社一唱一和了？他说，本周新房景气度下行趋缓，47个重点城市新房成交环比季节性回落，同比增速再度转负至负的 7.5%， 其中一线城市同比涨 18.7%， 二三线城市同比分别跌 13.4% 和 13.5%。 本周二手房景气度底部企稳，22城二手房成交量连续5周好于过去5年历史同期，同比涨幅收窄至 5.6%。 从代表供给侧压力的挂牌量变化看，6月以来挂牌量环比小幅回升，同比进一步下降。挂牌量比5月份上升了，那怎么比上个月还越卖越多？但是比去年同期还是降了一些。从实时成交依然保持正增长看，后续二手房晚签仍将持续改善，但改善幅度边际放缓，也就是改善的幅度下降，叫房价下行幅度和速度超预期，宏观经济超预期下行。这个是国金证券的研究报告，他说的上一周指的是6月6号到6月12号这一周。他说新房方面，这个6月6号到6月12号这一周景气度下行趋势，47城新房成交面积录得313万平方米，环比回落 9%， 主要受季节性因素影响，同比增速再度转负，录得负的 7.5%。 也就是那上一周新房那是同比环比都在下降。
其中一线城市新房成交面积延续同比增长，增速是 18.7%， 较上周出现回落。一线城市比上一周也少了，虽然是在增长的，但是二三线城市那都是回落。这是新房啊。二手房方面，6月6号到6月12号这一周，景气度底部企稳，22城二手房成交量连续5周好于过去5年历史同期，同比延续正增长，涨幅收窄至 5.6%。从更加领先的实时成交数据来看，小阳春以来二手房的改善仍在延续，6月同比增速为 14%， 涨幅较5月边际回落，符合淡季特征。从代表供给侧压力的挂牌量变化看，6月以来挂牌量小幅回升，较5月增加 0.1%， 较去年同期回落 0.7%。风险提示：风险说，如果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超预期回升，或租金价格大幅回落，可能导致房价下行的幅度和速度超预期。还有一个就是宏观经济超预期下行，或导致居民预期再度转弱，拖累房地产市场的止跌节奏。这是国金证券的研报，那给我的意思就是后面还要，如果租金降了，如果二手房挂牌量多了，那这个房价还得进一步下滑呀。国金证券记住了，不是我的观点，我现在是唱多房地产的。我这每次做完节目一下班，立马就去看房，准备买它的3套啊。国家统计局它公布的房地产，它是70个大中城市。这我看中指研究院它公布的是5月10大城市二手房，所以说他们统计的样本不太一样。我们看看中指研究院它给的这个数据，2026年6月17号，中指研究院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，2026年5月百城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 0.32%， 同比下跌 7.99%。什么意思啊？5月份这100个城市二手住宅均价环比就比4月份下降了 0.32%， 比去年5月份下降了 7.99%。说明什么？如果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它是涨的二手房吗？那么说明剩下的97个城市那下降的更狠。因为这100个城市环比是跌了 0.32%， 同比跌了 7.99%。但是北京、上海和深圳这是二手房不是涨了吗？小阳春吗？那把这3个城市刨掉，剩下97个城市那不更惨吗？应该这么理解吧？10大城市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 0.2%， 同比下跌 7.85%。那10大城市把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去掉，剩下的7个城市，那跌幅应该比这大，比环比下跌不是 0.2%， 同比也不是下跌 7.85%， 恐怕下跌 10%。因为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3个城市涨了，他们是往上涨的，那说明剩下的7个城市是不是惨不忍睹？所以说我们看一线城市之外的城市，他说了，比如杭州，这一线城市咱就不聊了，对不对？国家统计局还有什么中指研究院，这都讲过好多遍了。我们看看杭州二手住宅购房需求继续释放，价格环比延续下跌。成交方面，2026年5月，杭州二手住宅成交6934套，同比增长 14.5%。购房需求继续释放，也就是5月份杭州的二手房卖的成交的还是增长的，比去年多了 15% 左右。但是整个的1到5月加到一起，二手住宅累计成交 2.9万套，同比跟去年同比是下降 12%。价格方面，5月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 0.42%， 同比下跌 6.32%， 同环比跌幅较上月均有扩大。那能不能得出个结论？这个是中指研究院的数据，这不是咱唱空，审核找到自己去看一下好吗？中指研究院6月17号公布的数字，那是不是说明过气网红城市二手房同比环比加速下跌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它不是同环比跌幅较上月均有扩大吗？不是加速下跌吗？这想唱多也唱不了，这数搁着。我们再看成都5月二手住宅仍维持一定的活跃度，价格环比维持小幅下跌。它是成交方面，2020年5月，成都二手住宅成交 2.1 万套，同比增长 11.7%， 跟杭州一样，成交还是比较火的，比去年都多，维持一定的活跃度。1到5月累计成交 9.8 万套，
同比下降5.6%，跟去年比，1到5月加到一起还是少了5.6%。价格方面，5月成都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0.29%，同比下跌5.21%，环比跌幅收窄，同比跌幅扩大。你说不太好说了，对不对？环比跟5月比跌幅窄了一点，但是跟4月比，跟去年5月比，那跌幅又扩大了，那还是叫半加速下跌。你跟去年比，跌幅在加速，但是跟今年4月比，跌幅好像少了一点。我们再看看南京二手住宅成交规模相对稳定，价格同环比跌幅均收窄。成交方面，2026年5月，南京二手住宅成交9154套，同比增长4.8%。这个增长就没有成都和杭州多了，也就是成交的量。1到5月累计成交4.1万套，同比下降0.9%。它今年1到5月份比去年1到5月份下降的还不多，1%不到。价格方面，5月南京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0.31%，跌幅较上月收窄0.15个百分点，同比下跌11.7%，跌幅较上月收窄0.5个百分点。这同比跌幅挺吓人的吧？跌了12%左右啊。也就是你去年100万买的房子，今年88万，你也别客气，12万走了路了。就这一年，这多还是少？去年小阳春你买的，你听了这个中介，或者你看了这个电视，或者听了专家经济学家说稳了，你进去买了，现在12万没了。这是南京。那武汉呢？武汉是二手住宅成交量保持同期高位，价格环比下跌0.23%。成交方面，2020年5月，武汉二手住宅成交1.1万套，同比增长25.1%，处今年同期高位。1到5月累计同比增长14.6%。这个武汉很奇怪，它今年1到5月份成交的比去年还要多，这是个特例。杭州、成都、南京那都是比去年少，那这个武汉居然邪门，1到5月今年成交的比去年还增长了15%。二手房市场整体保持较高的活跃度。价格方面呢，5月武汉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0.23%，环比跌幅收窄0.37个百分点，同比仍下跌11.6%，同比也不少，跟南京差不多。你去年你这个时候买的100万的房子，今年也就剩88万了，你这一年能赚88万吗？不是，你这一年能赚12万吗？送外卖、开网约车、上班，对吧？赚12万不容易啊。重庆它特指主城区啊，因为重庆太大。5月二手住宅成交量保持增长，价格延续微跌态势。成交方面，2020年5月，重庆二手住宅成交1.2万套，成交规模连续3个月环比增长，同比增长6.6%，这可以。1到5月累计成交4.4万套，同比下降13%。价格方面，5月重庆主城区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0.18%，较上月扩大0.08个百分点，同比下跌9%，跌幅收窄0.24个百分点。环比它跌幅稍微大了一点，但是同比跟去年同期比跌幅还小了一点，但是也是跌了10%左右，一年跌10%，这个都挺吓人的。那么天津二手住宅成交1.3万套，价格同环比跌幅较上月收窄。成交方面，2020年5月，天津二手住宅成交1.3万套，同比增长8.5%。1到5月累计成交5.8万套，同比下降1.9%。价格方面，5月天津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0.17%，环比跌幅较上月收窄0.04个百分点，同比下跌9.59%，那也是将近10%。同比跌幅较上月收窄0.36个百分点。虽然收窄，但是跌幅也不小，10%左右。所以10大城市把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4个去掉，我们介绍的这6个城市是什么个状况？这6个城市我们一个大致的观念、感官什么呢？他们成交量好像都还可以，这二手房，但是价格都是在下跌，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，是吧？无非就是跌幅大的还是小了。这个可是一线城市之外的最好的城市了吧？杭州、南京、武汉、天津、重庆，其他城市就不用介绍了。所以说，昨天统计局的数字咱们也介绍了，一线城市我们感觉它稳了，或者有点稳，是吧？但是2线城市
还是匀速下降，那3、4线城市是加速下降。那现在的悬念是什么？现在的悬念就是一线城市里面的北京、上海和深圳这3个城市，杭州都不用，广州不用扛，没有悬念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3个城市6月份还能不能扛得住，7月份能不能稳得住，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。你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还是深圳，二手房环比都是下跌的，跟去年同比跟去年5月份比都是下跌7%、8%。今天有个自媒体叫数据购，他一个报道，他说法拍房卖不动了。怎么法拍房也卖不动了？文章说，他说很多人看法拍房，第一反应是看成交量，卖出去的房子多不多。但这一次光看成交量很容易误判。根据万德数据，他说2020年1季度中国法拍房成交量为52067套，是2022年 Q3 以来第3高。只看这个数字，好像市场还挺热闹。问题在于挂牌端更热闹。2026年 Q1 首次挂牌量为216960套，最新挂牌量为233983套，同样都排在样本期第3高。房子上架的多，成交也不少，但成交率却降到了 22.25%， 创下这组数据以来的最低值。这就很像一个市场里货架越来越满，惯的人也不少，但真正愿意掏钱的人变少了，或者说愿意掏钱的人变得更谨慎了。看总体趋势，房子不少，买家不急。根据他搞了一个图表咱就不介绍了。根据这个图表，2026年 Q1 法拍房市场不是没有成交，而是成交变难了。供给在高位，成交在高位，但成交效率掉下来了。他搞了很多图表来说明这些事情。总之，最后的结论，他说法拍房市场正在从量的问题变成价的问题。得出个结论，他搞了7个指标，把7个指标合在一起看，2026年 Q1 中国法拍房市场的主线其实很清楚，供给没有少，成交也没有消失，但成交变得更挑、更慢、更看价格。首次挂牌量和最新挂牌量认出高位，成交量仍是样本期第3高，说明买方并没有完全离场，但成交率创样本期新低，成交额同比下滑，折价率回落，说明买方正在重新定价风险。对购房者来说法拍房供给变多，确实意味着选择更多，但它不是简单的捡漏市场，全属腾退、税费、债务、租约、占用情况都可能决定一套房到底值不值得拍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法拍房现在也不好卖了，你除非价格非常便宜才能卖得出去，而且法拍房的挂牌量也是节节升高。法拍房里面的住宅，那更多的恐怕都是那些高位上车的，加了杠杆，有失业的，他断供了，这房子被法院、被银行拍卖，很多都是这种住宅里面。所以说法拍房住宅的挂牌量越多，那实际上应该是对我们的警醒越大。如果你要不小心，很有可能下一次就是你房子被挂牌。随着昨天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数据，再加上什么种植研究院，加上其他的数据，大家也明白了大概我们的楼市目前是什么个情况。总结一下，1线城市还可以，二手房；2线城市没什么好说的；3线城市叫惨不忍睹。我们再看看5线城市怎么样。5线城市就是中国的县城，这个5线城市也没人专门去统计，我们只能从自媒体写的他们的感受。就是5线城市县城的房子给我们的感受是，好像它房价你说它低吧，它也不低，你说不低，好像很多人买了被套在那儿。今天有篇文章叫县城的房子卖不动了，房价为什么就是不掉。他说我们小区有套房子挂出去2、3年了，看房的人倒是不少，但是到现在也没能卖出去。他说前阵子有个朋友打算在这边买房，让我问问房源，陪着看了几天，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，现在县城的二手房1个月成交不了几套，但是房价却依然坚挺。那谁给解释一下？县城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实际上就叫没有流动性，有价无市。
这你标个价格没人成交，这就失去了流动性，就是这样。说出来很多大城市的朋友都不敢相信。他说我们这个18线小县城房价巅峰的时候到达过1万多一平，现在虽然说回落了一些，但是大部分依旧稳定在7、8千，这是难以想象。要知道市里地段不错的房子也就是1万上下，县城本身离农村就近，大家基本都有住处，根本不存在没地方住的情况。那些条件好的追求生活品质的人，很多都是去市区或者大城市买房定居了，剩下的就是普通老百姓了，手头不宽裕，房价高不买就是了，反正有地方住。整个市场里真正愿意掏钱的，在县城买房的就只剩下结婚或者孩子上学之类刚需了。按理这种情况，房子卖不动，成交的数量少，价格应该是持续走低的。可为什么县城里的房子不是这种情况呢？后来发现我们看的这些二手房大部分都是回迁房，还有就是准备换房子的，这类房主本身就是有家底的，手里并不缺钱，他们不会靠着卖房变现救急，所以房子挂在那里就是随缘，能卖掉是最好，卖不掉也不会影响到正常生活，所以他们多数不会低价出售，这恐怕原因之一，因为他没有贷款，没有杠杆，但是房子是回迁的，卖一套的反正就赚一套的钱，不着急的就死扛，不缺钱用的。说还有一个原因，房主都在死死守着自己的心理价位，有些人的房子可能是2、3代人积累下来的财富，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是不会甘心低价出手的。有人不缺钱，不着急卖，不着急降价；有人不甘心自己多年的血汗钱瞬间缩水，不肯降价。大家不愿意面对房子降价的现实，于是小县城的房价就变成不降价、不松口，没人愿意做第一个降价的人。那同样的也就没人去买，所以它就没有流动性。现在小县城挂出来的房价其实算不上真正的市场价格，只能说是业主们的理想价格。这个我也只能试着分析一下县城的为什么会这样。我们说的不是那种珠三角的这种有产业的县城，长三角、珠三角那些县城跟城市也没什么区别，因为他们都有产业，有的一个县城的好几个上市公司，所以说那是特殊情况。我们说的就是中西部或者东北这种县城，实际上在中国是占大多数。县城的房子是卖给谁？县城的房子实际上都是学区房，每个县城都会有个重点高中，有个全县或者在地区应该还不错的一个高中，那么不错的高中下面肯定应该对应的有个不错的初中。好，前几年房地产火的时候，那个县城怎么赚钱？都要卖地，因为土地财政，你那个县有没有其他的收入，对不对？但是县里也要发展，也要政府要修高楼，对不对？要修桥、修路，那怎么办？从哪儿弄钱？就得卖地，土地财政。那你县城卖地卖给谁？实际上它就是学区房，它把本来你那个县的一个第一中学在县城老街，它那肯定小了，以前设计的那学校肯定小，所以它理由很充分，学校扩大呢就往郊区搬，往县城边上搬，它就是地征迁土地盖县城。实际上县城盖中学一盖，在附近开始搞房地产，把附近的地一卖，那这些都要拆迁，对不对？那些村庄什么一拆都是回迁房，也不可能给你钱，都是给你房子。好，很多人拿到房子是回迁房，一家2套3套的，政府把房子一卖，这个地一卖啊，开发商把房子一卖，大家就赚到钱了。那为什么谁去买？那就是你买这房就是学区房，孩子以后在这上中学，马上考上重点高中，在那上学，所以这个学区房不愁卖。等到这个地方学区房卖完了，新的中学周边的地都开发完了，没有地方了，他又找个理由，一定会教育部门搞个什么学区划片改革，把1中跟3中合并，2中跟4中合并，或者怎么着的一设计，好，又得搬新校址，把这学校又出去搬那另外一个地方，在那地方凭空造成，又开始开发房地产。房子这样造出来你就得买，为什么还在上学？记得在那你老街老的县城老的1中旁边就啥也不是了，改成小学或者幼儿园，后面盖的新的1中也就荒废了，改成初中或者改成技校，重点中学又搬到其他地方去了，继续搞房地产。县城的大概就这么干，
还有一个医院也这么干，所以叫学区房、院区房。好，实际上这样都是为了把房子卖掉才能卖地。那这样一盖，实际上是房子越来越多，房子多了，那很多就是刚才说的拆迁房、回迁房，他那房子是拆迁的，低了他不愿意卖，贵了也卖不掉，反正摆在那儿。那你说老的一中在老城那个地方，那房子你说谁还要？都没人，对不对？人在外流，他也没有产业，谁在那买房子？好，你买到新的一中那边上，实际上人学校也搬走了，那房子价格也在回落。你再去新的一中去，那地方更远了，更偏。你孩子上学都上完了，你跑那儿买房干啥？所以县城的房子它就这样，就叫鹤岗化呀。如果你是贷款买的，你就着急；如果你缺钱，你肯定要急着把它卖掉。你不缺钱，它就这么耗。所以县城的房价就很奇怪，确实是这样的。你一个很一般的县城，房子都6、7千的，但是你看这地级市，那房子也就5、6千。我所在的安庆就是这样的，那都很多地方就5千1平米、4千的。但是你下面那个县城估计也有7、8千的，倒过来了。所以那不是正常的市场价，因为没有成交嘛，或者成交的非常少。所以一个县城或者一年成交不了100、8套房子，人口都在流出，对不对？小孩只要稍微有点出息，考上大学就走了，不回来了。由于这个县城都在摊大饼，本来人就少，他又摊大饼，所以县城你一看就没有人气。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很多自媒体博主拍的视频，说我这个地方以前啊，我小时候这个县城这人山人海是吧？人气非常旺，这大街上都是小店是吧？现在出来一拍，大街上没人，空空荡荡。为什么？一个你城区越来越大，第二个你人还越来越少，人都跑了，对不对？都去大城市打工去了，所以冷冷清清。那这样任何商业都没有办法活下去，都是维持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如果没有这个产业，但是有的县城有点产业，所以还显得有点烟火气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为什么农民还要自己花100万跑到老家盖房，有什么必要呢？自己在城里面辛辛苦苦的勒紧裤腰带打工攒钱，攒个5、60万，完了还借30、40万在农村盖房，真的没必要。你等到县城的房价它这么扛是扛不住了，什么时候如果便宜了去学摸一套，不比在农村盖房强吗？你等它房价降了合适了，你去买一套，以后小孩在那上学也方便啊。实际上好多农民都差不多，老家县城里农村有套房，县城里也有一套房，很多农民都这样，县城里有一套房，这是农村的人结婚的时候标配。总体上应该说这个县城的房子是过剩，这个应该不用怀疑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。谢谢大家。